寂静祥和的小镇上，男人驾驶的车子突然爆胎失控，随后附近产生剧烈的震动，形成一道冲击波，吓得男人的尿不湿瞬间都尿湿了。伴随震动过后，一头强壮的公牛被齐刷刷的一分为二。惊恐的景象不仅男人没反应过来，就连受害者牛哥也很懵逼。怀揣疑问去触摸牛哥，血肉的质感是那样的真实，但凡是冲击波经过的地方，一切事物都被分成两半。为验证自己的猜想，将手向前伸去，结果正如他想的那样，前方出现了一面天然透明的隔音屏障，一架作死的飞机刚好路过，彻底验证了屏障的事实。飞机的爆炸引来了救援队，大壮为避免事故再次发生，急忙去阻止，但屏障的隔音效果太好，对方根本不理解他的用意。幸好在最后一刻刹住了车，不明所以的司机立刻下车就要教训大壮，结果撞上南墙才发现事情的诡异。与此同时，黑姐带着妻子和女儿外出旅游，听到收音机里有关屏障的紧急通知，他觉得就是一些闲得蛋疼之人的恶作剧，结果下一秒事实就胜过了所有雄辩。此时的人们还浑然不知，小镇已经完全被眼前的穹顶所控制。很快，外界就将穹顶包围，对穹顶进行扫描，用尽各种办法也是束手无策。而警长在接触到穹顶的一瞬间，身体里人工植入的起搏器爆体而亡。所有电子产品一旦接触到穹顶就会自爆。有了警长的前车之鉴，小镇的百姓更是人心惶惶。既然地面行不通，那就尝试走地下。哪曾想穹顶就像信号超级强的路由器，没有死角，每个方位都能有效的覆盖。见生还渺茫，就连维持秩序的警察也丧失理智，疯狂向穹顶射击。随后子弹被穹顶反弹，刚好击中自己的同时，如今的小镇变成了与世隔绝的监狱。在物质短缺的时刻，家用发电机就是大家梦寐以求的至宝。从小患有自闭的小帅一下子逆袭秒变人气王者，所有年轻人都挤在他家里给手机充电。同时母胎单身的他也得到了小美的青睐。可奇怪的是，两人只是轻微的接触就双双晕倒，之后两人还重复着同样的呼唤。难道这是打开穹顶芝麻开门的咒语吗为了验证这不是巧合，两人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。可穹顶出现的这段时间，大量百姓感染了传染病，医院忙得不可开交，根本顾不上他们的无稽之谈，把两人晾在一边。都说好其害死喵，见无人管，两人想再试一次。这次他们早有准备，用手机录下结拜的这个过程。毫无疑问，在他们接触的一刹那，他们再次晕倒。清醒后观看视频，发现彼此除了默念咒语以外，小帅还突然坐了起来，比划了一个奇怪的动作。但醒来的小帅却对这个片段没有丝毫记忆。